藍染就 I saw 咪 I 就係藍，係啦，但係藍即係 I 同一時間都係代表愛，所以佢哋話 I saw 咪其實就係用你嘅心機，用你嘅愛去做呢個染色。我叫 Eric， 而家我嘅正職係一個專業嘅染人。咁呢度就係到啦。哦，呢個就係我哋嘅田啊。冇錯，落完雨啲草咧生得比較高，我哋冇打草咧，所以就望落去佢會比較似雜草地。呢一度就係 Eric 用嚟種植藍草嘅田啦。藍草係藍染植物嘅統稱，常用嘅咧就有馬藍、木藍、遼藍、松藍。最早係由印度人用嚟做染料，佢哋用嘅植物印度木藍 Indigo 喺希臘語裏面就有印度的嘅意思。唔同地域佢會有屬於自己嘅品種。呢一個咧，你會見到很像菜心芥蘭嘅蘇格蘭啦、威爾士啦，佢哋傳統嘅藍就係用呢一種叫松藍去做。咁但係佢嘅顏色會比較偏淺。咁種緊喺度比較矮身呢一啲咧，佢哋叫遼藍。喺日本嘅德島係最大量種植嘅。Eric 8年前開始研究天然染料，佢喺世界各地度收集咗幾種唔同嘅藍草嚟到呢一塊田度培植，但係就發現原來香港都曾經有過屬於自己嘅藍草，就要自己上山去揾咯。喺香港本身有一啲地方屯門藍地啊，都係問翻一啲比較有年紀嘅村民啦，佢就話嗰度咧，佢哋以前有一個專係染布嘅池嚟嘅，咁所以其實種完之後，佢哋就可能會大家去晒嗰一個位置，然之後就去做一個染色咯。咁所以第一個要入手嘅地方，我哋嗰陣時就去咗屯門藍地。最後 Eric 同埋朋友一齊揾到2種香港本地嘅藍草，但係嚟自天水圍嘅木藍呢，移植之後就有啲水土不服啦。呢個係有朋友俾我哋話喺香港揾到佢嘅木藍品種嚟嘅。咁但係我哋喺呢度之前種咗10棵啦，咁飽歷風霜之後咧，得返1棵喺度。咁其實呢度就種咗我哋一啲叫做馬藍嘅植株嚟嘅，佢哋唔可以受好強嘅陽光照，因為其實藍染對於可能客家文化、客家傳統，佢就係婆仔衫有嘅顏色。染原因就係耐洗耐着。藍染其實嚴格嚟講可以增強你纖維嘅韌度嘅，咁所以日本以前叫做17、18世紀，佢哋一啲滅火嘅制服都係會用藍染染咗上去嘅咁樣嘅原因。呢一個可能就係天然染料比起化工染料更加值錢嘅其中一個原因啦。雖然唔同國家地區都有自己嘅藍草，但係 Eric 就覺得其實染出嚟嘅藍色分別唔算好大。而由於香港品種今日仲未可以收割住，所以我哋今日就會收割台灣嘅木藍，即係番青啦。好，我哋而家就去收木藍啦。好易點嘅其實。火燒咁熱啊！我個背脊黐線嘅呢份工。其實佢色素最濃喺塊葉度嘅。加入鹽同埋水，係咁搓啲葉，逼啲藍色色素出嚟。好似整甜品。季節啦、雨量啦，都會對佢哋有影響嘅。佢哋始終係天然嘅染料啦，係植物啦。你話真係要要固定到每次好似聽通咁樣 exactly 要一模一樣咧，係一件唔容易嘅事。但係如果我為咗染一塊布要做呢個 step， 我諗只有古人先有呢個毅力，同埋 Eric。因為而家嘅化工染料真係太容易得到啦，唔需要好似植物咁樣，哇又要磨又要捽又要浸又要曬咁樣先去做出嚟，所以令到啲廠商、生產商減少去使用嘅話，先至係我最想去做到嘅事情。用手係咁搓就梗係唔係唯一嘅染色方法啦。其實藍草仲可以直接掉落啲榨汁機度打碎，又或者用熱水嚟浸，但係出嚟嘅顏色咧都會有啲唔同嘅。
除咗整做一兜兜嘅染料之外咧，其實仲可以將藍草整成顏料，直接喺啲布上面畫花紋，就好似傳統日本嘅和服一樣啦。今朝塊布咧洗完之後咧，個色已經食咗落去，做個好清晰嘅底色啦。咁我就黐咗喺塊布度啦。因為我而家咧就要用凝染嘅方式喺上面加啲花紋。拍完色之後，簡單鬆一鬆。好難湊，呢個原來好醜。呢個佢哋個顏料咧一定要新鮮製造。頭先見到啊，偷睇到佢係加咗一啲過期牛奶，好臭。係哇！將朝頭早收割翻嚟嘅藍草浸泡，再混合埋一啲天然嘅物料，整成顏料。差唔多啦，我應該差唔多搞掂啦，好似好靚咁，好靚喎真心，好靚啊我覺得，哇！所以湊係值得係咪？值啊值啊，再湊啲都得啊6日半入邊包埋耕田啦，咁多年之間其實都有經歷過，可能有4-5次諗住，不如執咗佢啦，咁辛苦，咁但係都係提醒自己，如果唔繼續堅持落去嘅話，過去嗰8年咁辛苦就會白費嘅咯。咦 Eric， 我想問咧，其他顏色除咗藍色之外咧，其他色係點樣變出嚟嘅？其實工房呢邊除咗藍色係真係種出嚟之外咧，其他色係由廚餘做出嚟。黃色就係由洋葱皮同埋薑混合煮出嚟嘅，而紅色咧就係荔枝同埋山竹皮，藍色係紫椰菜同埋蝶豆花，而紫色咧就係用咗紫薯皮啦。咁我想問你研發一隻色出嚟要花幾多時間？可能有時1個禮拜就會有時可能做1年都未必有。Eric 2012年嗰陣就同拍檔成立咗染樂工房，而家佢哋喺中環度開咗鋪，教人染色技巧之餘，仲出售一啲染藝嘅產品。其實當初呢一個廚餘染色純粹只係一個興趣嘅計劃。咁嗰陣時做咗一個協定嘅就係，總之我戶口嘅錢使晒就唔繼續啦。咁就係之前窮到就係自己戶口完全撳唔到錢出嚟，得返7毫幾啦。藍染嘅產品近年越嚟越常見，喺速食時裝嘅趨勢之下，捨棄快速便利嘅化工染料，由種植原材料去到人手製色、染色，工藝喺市場上面嘅價值又能唔能夠站穩陣腳呢？如果你要問我啦，可唔可以靠呢度發達咧？我應該好坦白同你講，發達應該就冇可能啦，但係餓唔死就一定冇問題。Eric 每一年咧都會去唔同嘅國家學習染色嘅技巧，當中就包括日本啦。爺爺喺日本奈良就係開染坊嘅，咁但係你會問其實點解你冇諗過去繼承爺爺嗰邊嘅染坊，或者點解唔繼續去做？我阿爺咧成日都會同我講，你呢啲做呢啲創新嘅嘢，廚餘染料啲奇技淫巧，100幾200年嘅技術嚇，幫你少走咁多冤枉路，你唔去，跟住你又係都要自己搞埋晒啲奇奇怪怪嘅嘢。通常咧對於啲年紀大嘅人咧，佢哋都係講一套做一套嘅。批評背後，其實每一次 Eric 去到日本嘅染坊嗰陣，爺爺都會好願意咁親手教路佢所有染布嘅技巧。咁首先重申一點就係爺爺嘅染坊係用化工染料嘅。如果我有一日可以令到爺爺嗰邊用翻天然染料咧，係一個成功嘅地點。即係去到今時今日叫做8年嘅時間，我年年都覺得自己只不過係入門咯。其實真係用一世嘅時間，我想講我應該都未必會精通晒。無論做咩行業都好，但係我自己身為一個做廚染色嘅職人啦，或者你叫染人啦，最重要2個字係堅持。如果4個字係一直堅持。